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今天登场，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齐聚好莱坞采访这场年度盛会。记者进入管制区，除了必备采访证外，主办单位对媒体服装也有严格要求。任何人穿着不合标准的服装，影艺学院保有拒绝其入场权利。主办单位美国影艺学院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发给记者采访证的同时，一再重申这项规定。要在红地毯、媒体中心或摄影区采访，必须穿着大会规定的正式服装，包括燕尾服、长礼服或深色套装。主办单位更详细规定长礼服必须过膝，至于非属正式服装的，包括任何款式的牛仔裤、球鞋或鞋、休闲款式或有破洞的裤子、上衣、裙子或洋装。奥斯卡颁奖前的走红毯仪式下午3时30分开始，上午天气晴朗，红毯上站满各大电子媒体的主播与记者，在最后倒数阶段提供现场画面，观众席也相当热闹。红毯旁约有700个观众座位，一名年长的女性观众向中央社记者表示，她是参加《时人》杂志 People Magazine 抽奖活动，总共买了14本杂志才赢得这张门票。主办单位预先安排了身上挂着明星名牌的工作人员，当作走位与打光用的彩排参考。无论是女神卡卡 Lady Gaga 或雷米马利克 Rami Malek 的替身走红毯时，仍然获得群众高分贝欢呼，仿佛本人亲临。会场内可容纳300人的新闻中心，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国记者，有如小型联合国。华文媒体包括中央社在内，台湾东森电视台、美洲世界日报、香港星岛日报、中国中央电视台、香港凤凰卫视等，均参与这场盛会。记者除了有服装要求外，会场内也有严格的拍照与摄影规定。基于安全因素，大会禁止任何人对采访证拍照及上传社群媒体。记者本人佩戴证件要拍照时，都要费心避免拍到采访证的正面。中央社